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这个女娲选举，阿强的动作就愈多。像昨都有2只中国籍的拖船冲入咱的水域，搁来呛海巡署讲台湾只是一个省。今仔日是愈大胆愈过分，竟然离台湾只有3海里。为屏东的嘉乐水看过外海，用肉眼就会当看到这中国的拖船。海巡署讲，目前迄2只拖船拢要伫咧东部的外海，已经来展开着盘航监控的勤务。在前面的是宁海拖5洞洞幺，往外海看过去，有3只船伫海面上，离鹅銮鼻不到3海里。这毋是一般渔船啊，是中国籍的拖船，为屏东嘉乐水用手机一翕真清楚。为对面到正面就是宁海拖5001号、万新号，阁有拖一个平台，离台湾上近敢若3海里尔。宁海拖5洞洞幺，违法进入限制海域，请立即离开我限制海域，否则我船将依中华民国法律采取必要行动。现在前面风太大了，我现在只能这样慢慢走了。随上这台宁海拖500伊进前一暝就真无安分，念讲要为台湾本岛甲绿岛人士之间的水域通过，结果是沿着西岸上北，后来去走去高雄外海，又搁落南入到咱的宁海线内底，海巡要甲赶走的时，搁直接呛声。对啦，你也只要老是你国的，你台湾省就台湾省。海巡署表示讲，这2只拖船是一般的民船，毋是公务船。目前伫鹅銮鼻东北边17海里的所在，台东的海巡队已经开始伫甲监控，因为宁海拖5001号所属公司有水下作业的业务。军事团体烦恼讲，恐惊会以着撇风为理由，对咱国进行水文的探清。另外，依照国防部公布上新的资料，7日有2粒空飘气球超过海峡中线，分别为嘉义甲基隆的西北边进入，高度差不多是3万至3万2000英尺，其中有1粒甚至是直接通过台湾。迄一天嘛，侦测到中共军机4只，甲中共军舰3只。地选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，国防部甲海巡署强调讲，会继续监控台海周边的动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